有悲有不舍。昨暝我讲到甲一个平常人，伊无讲对紧一个圣人的家事，一个阿里亚是正式一句，是咱的佛。所以无对紧的家事是虾米啊？无对的界。所以佛甲咱讲，咱是在家人。咱应该逐日要顾这个五戒，因为一个人有影渐渐修这个五戒，100%伊是去天顶的人，唔使去对无样无讲，讲哎呀，我就做这个就看望着这个就好个就拜就动车，咁样唔免，拢总你甲他在活你五戒，在是 guarantee 你通去天顶，所以这边我正常我讲。对紧了这个界，这个家事佛的家事，而是这个界，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伊叫你讲 restrain 啥讲禁唔通做。我逐句讲白话讲，摩托车有 break 打 break， 啥你要拍绑架你就要想，按这个 restrain 有5项，头一项是啥物啊？爱有戒了就是有了这个控制。这个控制，你看，网若是假如你要拍还是，哎呀，网假。平常时你是去安尼，特别一个人若是受戒，咦，我今日受戒，唔通拍，一走。这个就是讲，你用这个戒律来控制做，卖做恶。第二项讲啊，佛讲啊，爱有正念 ，mindfulness。人若是有正念，做虾米物件，伊知。若是讲啦，伊讲虾米话了，你看遐边个人骂，哎呦，伊去生气了，知，我就要过，伊用 mindfulness 过虾米，唔通是说讲话了，你讲话落去，输地大输了，遐边会拍到你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讲，伊控制用伊有正念的力。第三项有智慧。咱逐个听经，咱有智慧，有智慧讲虾米啊？咱啊爱控制，像讲人做查甫人，有当时查甫人转来，你看面后面臭，你袂使一下跳你心肝讲，死几啊！我规日踮踮住伫厝做甲半死，转来也无笑过了面后面臭，这个咱袂使讲哎呀安尼，因为虾米算？无定着伊伫做 office 点啥，伫做工的点啥。头家有生伊淡薄了，所以伊的火有伫遐边，伊转来了，慢慢叫伊会笑。所以这个是智慧，不当讲啊，爱有吉善心。伊早起去做工，甲他拿来暗，了今日伊他拿转来面后面臭，我就要生气，就要讲。这个是用智慧讲，再讲啊，天无100日光，花无100日红。今日我查甫人。伊个筋无直，我就较生气个。这就是讲用智慧来控制，唔通一下起生地。你要好过冇好过啊！这个你就要吹皮听，所以这个是用智慧。第4项，佛讲啊，伊控制伊用吞论心啊，咱中人话讲忍辱。你看要坐禅的时啊。伊请来，伊他顶听，他顶闭，他顶热，他顶冷，他顶爱困，你就要拍到你控制啥物啊？吞论听咗你听，我要故事要坐禅要进步，把你坐禅正会进步。所以用这个控制来控制啥物啊？唔通讲气分大劲，一下若要尿起来，有个人你看伊坐禅坐落去啊。未过伊不到来先falling，一声接落去先下去哈咪啦！你按照坐禅，你突然你下去了，你伊无讲拍到一个爱困，所以用一个忍辱吞论。and then 第5项，伊讲用骨力心，而且骨力心啊，爱做好就爱骨力，唔爱做好唔免骨力，因为唔好讲啊。咱的心关系像个菩萨安尼，
你摕一个阿龟窿，一边是陶梅水，一边清气水，然后你放咧涂杀，你涂杀点要去吹垃圾水，伊无爱吹大啲清气水。所以布达讲 ，mind delights in evil。咱嘅心，你放互你心家己走，伊点要去走去啲垃圾嘅所在。你人try看，一日卖做工，大啲房间收起来规日，然后我卖做半项，咱你看咧卖，想无也无食，想啥物啊？想哎呀，我趁啊雷头较灵淡薄，就点大啲厝袂使啦，来一半时去合一淡薄。偷开淡薄，这个材料就是垃圾的物件，伊烧安尼物件。你人猜看真正来路的呀，你叫讲唔通烧这个，你猜唔通烧，慢慢一个来，因为啥物啊？观世心所做，材料拢总是恶的事，做这个是叫做控制。嗰一方面啊，要来做好，就是讲啊，let go 放迄个。这个放迄角是真正要紧，真放迄角本是对五项，特别这个对五项头一项是 abandon through personal view， 这个我要放迄角，渐渐再讲我有钱，我高热水，大人爱我唔使惊，你买我找别人，你讲嘅话我，这个我大一拖起来，所以。这个人啊，伊会晓放迄讲，伊放迄讲，这个叫做邪见，邪见啥物啊？无正实是无这个我。你若是晓放啊，按照样放，伊人坐禅了，伊看到名色，伊要坐禅的时，伊坐到三拜，伊9日点了，伊看到啥物物件伫起，是报道伫起，这个报道是色来是。物质来，气在讲是气，是心在，那心是叫做名，佢哋不多啲气啲震动是色，所以伊搞个这个看到名色，那搞个这看到名色，伊看到真实，无一个我是这个名色呢，气甲落。第二项啊，伊放迄个啥物啊？伊放迄个无相信因果。真正济人讲因果无影，特别那是坐禅，伊搞到第二个夜那，伊看到因为假带，因为爱白，手把路才起来白。安尼你行路时，因为爱起来行，伊把路会骹才行。伊看到原因是一个思想浮起来，结果行动把路才出。这个就是伊坐个第二个夜那，伊看到有原因结果，原因有了声，结果我听到的精神浮起来，声甲耳仔触到，听到的精神浮起来，这个就是伊看到原因结果。伊若是安尼直坐，伊拍到啥物啊？拍到讲一个无影因甲果，暑假伊要来的暑假。所以伊这个是拍到一啦，伊let go，这个let go咩？放迄角，这个心讲拢总无因果，伊放迄角。有个人伊讲什么？渐放讲有影无？这个坐禅安尼，你就会谈到地位。所以这个是叫做疑心。放迄角，这个疑心，你直对，你搞到一个坎站，你看到。耶，布达讲 ，He sees what is past and not past。到甲一个坎站，伊家己看到这条路对，出了这条路无对，正实，伊看到这个路是对路。所以这边大山卡的人啊，会使讲啊，30-40个讲啊，到甲这个坎站，伊知讲，这个是阮我家的路是对路。但是你看10几个伫这个了，捌做过回上。伊人到了这个坎站，伊看到这个是正佛的路，这个不是佛的路，唔使想的，伊家己来，伊家己知，所以这个就是伊放迄个伊疑心，然伊有了这个看到啥物是路，啥物不是路，咱你看有时啊，伊放迄个啥物啊，
有的人啊要做恶，无惊天无惊地，伊无惊因果，佫袂要紧，伊无惊天无惊地。伊若是啥物啊？佫虾米恶的物件，伊本敢做。特别伊若是坐禅，直直我教人坐禅，教到一个坎站啊，伊点无点的讲，师傅安怎我即回坐禅，我心肝跳，咚当咚当咚当，上个看到鬼啊呢！去在伊教即个坎站，伊叫做买啊惊。叫你认为讲惊着，你讲毋是惊啦，心跳啦。叫你真正坐，有个人啊，我前下久我几若年前的时候，我坐到到这坎站，我心跳，我走去陆军处，我做陆军处所 free 的，后面点啥？后尾摕我 ECG 看，ECG normal， 改了 normal， 安怎我心点点跳？像我看到鬼啊呢？你要讲惊，毋是惊，这个就是讲咱的潜意识的 mind， 感觉着讲去在世间。水的目标，水的物件是恶毒来，结尾互你苦，结尾要拖你落地嘅。像讲啊，对啦，肉紧的物件，我爱看水水，我爱味香香，我爱食好好，鱼啊我爱听好好听。啊，大人来是查某叫你darling啊，哎，你好啦，咱若是叫你无叫你darling啊，惨来开啊！就这个改了拢总是毒的物件，大人讲好啊，是好了。所以这个就是伊let go，伊放迄个，这个是头一个假事。第二项伊放迄个，因为伊已经这个恶，一个人伊若是坐禅坐到300，伊拍到这个，伊毋是拍到伊日条这个5个阻碍。5 nivaranas 哦，5项点点责咱未进步坐禅，这个是啥物啊？爱对肉紧的享受，歹生地，爱困，心渐渐爱想是啥想 ，restlessness of mind， and 第5项，疑心有影无伊加这个路对无？安尼大家安尼后呢，安尼用呀伊加。所以这个叫做5个阻碍，伊若是坐禅不力图是坐，伊已经这个5项未起来。若是坐萨玛达禅，伊已经到300，伊会谈着阿班那萨玛地。特别我人维巴萨那的人，我人未谈这阿班那萨玛地，我人会谈着乌巴扎拉萨玛地，就是讲啊，我人的精神无像个平常人了。佛教的点声，你看，你集中真正明了。你看到起到你真正明了。无爱困，无想杂想来。这无杂想来，无爱困，你目标真正明，你谈着有巴扎拉萨玛利。咱逐过我讲，前下久这12年我讲，伊要来，你知讲伊要来。伊来的时，你唔知伊来。伊来过了，你知讲，哎呀，我谈了一个罗汉谈了。你快乐，你欢喜啊！有当时看你目睭，目睭滴，念落王，我 goodbye 甲你了，我无落了，禽兽我无了，乌龟我袂了，这个是谈着一个。所以这个是真正快乐。不但讲，佛讲啊，这个人若是坐到安尼坎站啊，伊就是讲啊，较好业过全世界伊做王都无安尼好业。所以这个用已经这个5个阻碍，这个假事。第3个假事 ，eradication 啥物啊？切掉，点咩个无做就会。无做只虾米物件，心会毒，心会毒是虾米啊？贪嗔痴大业，干心心。有个人啊，嘴甲你讲 hello， 特别是啊，我就真知道，烦恼看那是无问题，就甲你讲 hello 啊，这个是叫做干心心。所以这个干心心就毒的物件拢种啊，你大陆安怎洗可以无？心的物件要洗。外面上古垃圾都用沙本、用梳打洗1清气，特别心未洗，
节省甲教育，节省甲你谈着罗汉节4个罗汉，一个隆重无做一下了。特别头一回谈着的是叫做道，是无是道？当然话道马噶道。第4项啊，伊是叫啥物？消灭无做一下了。你这边我要讲的，人听啊，这边啊，你看这后的，你人捌看无？滚水甲水泉水啊，水泉水较好食对无？若是人阳面，你人无看。水泉水啊，伊较有taste，较有滋味。有时滚水正，虾米物件做这个滚水较无好食？因为这个滚水无加温，是无？加温了啊，无加温了，食了正。了水啊，你摕一个水，你下加温是一个红质的红的气，你下了啊，伊另外好食。所以你人食泡水甲食滚水，倒你样较好食，泡水较好食，因为虾米事？泡水伊人下加温的拉面落去。所以今日哪你看，那是一个人一节省了谈着道了，这谈着了的是啊，伊后面接进来对进来是果，按这个果的是啊，就是讲你恶，你三毒啊咪。噗！未大啲水，离手，当人话安怎讲？啊，未讲啲水的内面啊，咬起个了，特别咧毒有。了你看这个水啊，睇下咱摕一个水，我讲这水啊，因为我古时做老官厝，我人知。你摕这个水啊，伊有一个竹。咱写字竹是无？伊叫calcium carbonate。咱这个竹啊，如来是敲个水了啊，伊咬伫水的内面，咬伫水的内面了，你要安怎摕这竹去夹啊？真正用，你摕这个水去行滚，这滚了伊加本走，这加本走伊竹未咬伫水，伊竹。结完了，大致咧大个的水底，所以你会想看，安怎淡仔咧水我滚啊滚了安怎咧下底说有沙，迄个沙就是叫做calcium来，calcium carbonate，啊是安尼啊，是山上我看你人规个学生啊，我就伫讲互人听，所以一个人因为是节省了谈着这个道了果。果啊是正实，互你行恶行，贪嗔痴大业干心心分断心，无惊天无惊地，这个叫了叫做恶行，噗，结果归地，安咱伊未咬伫水的内面啊，所以心变清气的心，所以你来出事，无来出事了，你心甲了是清气。假如若是讲有加减淡薄，你去出事天顶个了，拢总是好的物件了。所以这个就是叫做越加是用当湿洗，可以未使咬分开伊做一下。所以这个水是十分完全清气，而这个心，你来节省教育，伊心真正清气。三摆有时我逐个讲，人配换路本未起风，人巧咧改好路本笑笑，你睇去啊，即时你睇去后时无等到你就做牛做马还我无惊，你袂走，亮亮，就是我讲亮亮，你人无啊，人睇你物件好死鬼啊，互你车弄死，互你虾米，就虾米事你去理咩？因为你的心的毒各有治，做心的毒呢无治，真正来路的人。第5项，伊讲 escape， 假使甲你 escape 等人话讲脱离了啦，闪开了啦，谈了4个罗汉，谈了入团，入团，脱离苦了，无了，一点苦本无了。
人做路激心嘛，无了，无激心了。人做路虾米物件无了，就是入了入团，就是讲十分的 escape 是怎样话？啊，闪开了啦，走了啦，无了啦。所以这边咱长会我教这边有村淡薄我无讲，他那老会讲啊。平常人啊，伊若是目睭看到一个目标啊，伊会mind啊，伊会心啊，伊会精神去知几哪项发生出来。咱看无，咱看到我看到阳面，actually 未看到阳面，真正一项，他听我只跳人听。所以这个，看下咱落来这条经啦。你讲平常人啊，伊若是看到土，伊讲土，伊那都说那是夹一半的土，互路人看，大人就看到讲一半土，这里相平有30了，心的30了，知了。这人太太我听人看，你虾米算？伊也未看到一半土的点啥，伊会目睭触到迄一项物件，伊有一个影，这个影，伊个毋知是土，迄个就是较清气，到伊知是土，有30，这个查某过，噗，搭摩托车过。伊也看到查某30了，那是无那啥，未看到查某过时，看到出这个样过呐，未有30。特别相平就是安尼就是讲伊看法是一项发生，所以头一项伊讲the first impression， 你人看，真正来咯，那是安尼济人。个我今日个毋是回想，今日我是这个看到安尼坐，目睭看到安尼坐，真正来路咱的看法，咱的看的路无相的，伊看到安尼坐安尼坐项，伊无逐项伊爱看，特别这个拢总入了伊的这个目睭。伊爱见一项，伊要专心伫遐边。头伊看是 general， then 你看啦，叫人家查某老阿姆、老阿姨、老虾米，伊看无 interest， 伊无兴趣。特别一个穿了红衫，穿了上古看红。这个就是讲伊拿起你兴趣，咱你看安尼这项，伊见过来一项，30了。大人讲无影啦，得落30，目睭是要看物件啦，安怎安尼坐啊？你莫看，你要转伫相边，所以这边佛讲，这伊看到土是土，还是伊看到查某是查某，30了。这个30倒落来，他听咱才讲未。通我要讲淡薄，这个，你人入 supermarket， 你人捌看无？入 supermarket 头一过，你看到哇，真正济项，你知真正济项呀咧？你每个你看条庙，唔知啦，你落真正济项啦。伫这边武大讲你要找物件，你要找一个手指，你要买手指，隔2-3日你要订婚，你要买一个，唔知 supermarket 有卖手指，我想无啦。有看有我唔知啦，我唔捌搭到 supermarket， 我唔知。看到手指，然后只会看到一图，安尼坐手指，一个你看了垃圾下落伊。你精神行17点啦，17点啦，3点你唔知半项，
第四点这个啊，五斤啊，目睭耳啊，鼻孔喙望发长了，目标啲目睛了，所以了第五个是啥咩啊？目睭看，这一个水哦，第五点叫做啥咩 ？eye consciousness 了，乱看。第六点，伊接受了。这个物件有啲目睭，伊接受了，接受咱的 mind 摕来想，这个看了水啊，个蓝色啊，伊个目肚有蓝色，所以伊 receive 伊接受伊查考了，到甲这边啊第八了，即两三四个啦，就第八，伊拍算了，这粒就这类。你看，这个真正咩啊？特别忽看着明啊！伊叫做阿莫话讲，3点的vibrate 巴王家，伊精神无在个。第四个啊，伊目睭会看着来了。第五啊无啊，这个第四个是这肉筋甲了移鼻了。第五目睭关紧了。第六接受了这个目标，第七，伊查考这个好无，这个水无，这个达无，我的蕊会够入无。And then 第八就是 deciding 我拍算我袂进入。And then 过了 I impulsion 定还是无写啊？有写 impulsion 无写 ，impulsion 就是伊意识心嘛，伊出行动啦，伊行活动。透过这粒规律。行动出了，这个行动出来，你看我画的时候，我系蓝色，加了白色，所以这个白色的正式是果正式的树，正式我有拄着这个查某，正式本有结缘，要今日我爱伊，伊本爱我，这个就是因缘合起了，看到我爱你，你爱我，了。这边就拍算行动出了，了这个蓝色的就讲，我马上去买手指，了后日咱来换手指，所以 impulsion 一直紧，所以今日咱目睭所看、耳啊所听、鼻孔所味，拢总啊是过来，咱如安怎接受这个目标，是你帮因后贵个要出果，在这边咱爱加减爱知。所以今日你看，若是你入去一个 supermarket， 一个物件，你看了真正明，你会一个精神行17点了。特别你知无？你入 supermarket， 你看着一半项，像你要买手指，你去到迄个站务了，你看，然你看着白开的手指，你无虾米，像讲无虾米爱的，无虾米水，无下你的心的。伊无行17点，伊行15点，伊放下个2点，安尼虾米事啊？伊无兴趣，所以伊未有记伫这个2点8个，就是叫虾米？当然是虾米？伊 register， 伊收起来，你记伫，伊记录了，了这个伊无兴趣的，伊看着呢，伊批评呢，伊莫去记录，莫去想会记个。伊无想，特别伊本有因果，安尼虾米事？伊有个impulsion，伊有这个叫做自由心。特别你看，有时你入 supermarket 啊，你要去买金器，特别我在啲金器的边有卖只别项物件，虾米物件你本无注意，你知讲啊有红啦，有土洞啦，这个虾米物件，特别你无买我去这个物件。这个就是啊，你看较无明啊，伊就是啥物？伊行这个8点到甲这个拍算，是无拍算的，了伊无行动出。了有时你入 supermarket， 你要去买金器，你看到这边啊有卖红有虾米啊，特别咱我基本无拍插，特别你看到边啊真正济项，虾米物件你问我唔知，我知讲真正济项。这个个是第4项来看，伊有 vibration 呀，
伊无讲投甲即个拍算的心。所以你看即个物件，忽看着明啊，目睭安怎做，耳仔安怎样？有时有个人听到耳仔呢，听到那声呢，诶，我个girlfriend来，他顶去看，哎，安怎毋是我个girlfriend，甲你声像啊？就是你看声耳仔啊，鼻仔喙鼻孔，这个了有当时无老实，伊做路安尼样。所以这边我听互人听，所以不要讲啊。一个人啊，伊就看到这个物件呢，伊知讲这个物件垃圾日，按这个垃圾对这个四项，无得讲达人有到这个四项的垃圾，看了无清楚这四项，伊这个就是叫 The Four Vipalasas 巴利话，虾米叫做这个四项？伊看了无清楚，按看了有了垃圾，这个就是啥物啊？无水，伊看做水。你看一个大波，伊若是爱的 girlfriend 是看，啊，攞个喙齿安尼水啦，攞个喙齿开了金当当啊，攞看着你喙齿我真正爽啦。伊若是喙齿听去扳咧，去喙齿落棍扳了，你甲喙齿落棍讲，doctor，你扳了喙齿唔通去夹，我的 boyfriend 真正爱看我的喙齿。了你骑按不了夹去看，死鬼夭寿死点样？伊夹着你喙齿互我做啥物？所以你看啦，一个人啊，无水伊看做水，因为伊看这喙齿水，因为伊合着做一下，伊无讲一项。但你看伊讲的话，伊讲喙齿水，你看，或者点声一个查甫直直对咧查某。了咧查某激心嘛，太济人对伊去做离歌，了咧查甫死命换直直对迄查某对去吧，了咧查某讲，我今日来做离歌，了你无放下我，渐渐对我安尼，互我无清。伊讲啊，你安尼啊，你安尼水啊，要叫我安怎放下你？虾米物件水？既然皮内面晒花冚皮就有虾米水？你讲啊，啊，你咧目睭安尼水咧，目睭咧看着我呢，嘟嘟我心肝嘟嘟哒哒。查某讲有影无？有影啦，你目睭啦，真啊凄惨啦！我看着你目睭，我袂大点啦。因为查某举手哦，目睭呐，一个目睭啦害死你。有水无？无水。虾米物件咱讲水？无得讲，actually 是无水的物件。水正是内面心水，这是正的水。迄个查某无水，无病，特别高一翁、高一囝，有孝爸母，真正伊规了鸟诶，啉了一半后水，我不必互鸟食长命。要鸟破病，伊地骹地骨，这个查某是水的查某。所以，这个头一项无明白，无水咱看做水；第二项，垃圾看做清气。我讲我听这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查某囡仔叫 TV， 人知 TV 虾米无？来相。安咱伊这个老查某囡仔是真正巧的囡仔。了住伫老军厝，了你知呢？就 TV 了，逐日互你食好、巴豆、鸡卵、鱼油，拢总互你好。过了2个月，这查某直直肥，人直直人讲查某肥的肉饭鼓起来啊，水真正水。按一个attendant想讲，哇，真水啊！了去 make love 了。你个查甫本身讲有食好了，说约会进去 ，and then 呢，暗暝两人渐渐地起身，直数咧烂，到底数咧虾米啊？咧烂一点的烂，水面连的 TV 针，数直数，过加3个月咧查甫，过加6个月咧查甫死。所以这个就是讲垃圾看做清气，
แล้ว真正叫 boyfriend 講 darling you're very sweet 啊，就啲你叫呀，睇你暖，你我暖 sweet 啊，你配隻鼻領，咳呸，人哋甲我 boyfriend 愛食，嗱去食，對啊，所以你看是垃圾嘅物件，人看做水，咪講嚼嘅嚟出來，好料啊，食大食好料啊，這好料啊！他等食上就拗出來，我哋是好料啊，偷偷對嚟食，唔敢食呀。所以這個啊，冇得講啊，看了無清楚，無水看做水，垃圾看做清氣，第三項無相看做相，無相看做相，我買錢小時間，他哋講了我今日個月頂未談到，無我看做有我。所以這個就是叫做死的無明白無明慧。落來了，我個別講啊，你在咱人就看到啊，咱大媽我講，一看到這半土是土，有了入了垃圾是對到了對這個死的無明白。所以看到這個人，這個物件。伊只慢慢分開講是查甫還是查某，相反就是對這個四項入了，四項入咩啊？無水伊看做水，無相看做相，苦伊看做樂 ，and 無我伊看做我。想有個人伊教完了，伊看到嗰一個查某落去 ，and then 啊。阿妹一個安尼水，阿妹我那是看到我真正歡喜。了伊講啊，阿妹阿娘，你那是教完我10分的歡喜啦。特別這教完落去啊，這不得講是靠家己本有寶了，家己個有囝了，故時要飼一個寶甲3個囝，他那個要飼2個寶，個8個囝，這個細漢的個卡大，所以伊講這個就是講啊，靠伊看做所以這邊啊，一看不得講啊，你就看到這個物件，實在你再講是查甫，相邊入垃圾了。and then 啊，你若是看，頭你是目睭看，你講看到這個查某，但你看了啊，你摕來想，但人看了無講無摕來想，看了嗰是水啊！伊笑的時候，這喙齒個這個喙舌個有這個，阿媽話講啉不啦，酒曲啊。嗰是水啊！我另外一個笑個知道，哇！嗰是水哦，真水。所以這個啊，一直愈想愈久愈垃圾。你看一個人，伊若是看到這項物件，伊愛物件，伊想了不要緊，確定要困，伊個想，直想了，拍個11點、12點，按照規暝我未困。你啥物事未困啊？約會入去。你開飯你會吹到你上骨冷啦，但係心未冷呢，心啲熱呢，頭殼就出火了，又未困了。所以這邊啊，冇得講啊，頭是看到，第二道是摕來想，看到的時就是垃圾了，摕來想，確較垃圾，想了個點個搭日摕來想，搭日摕來想。阿莫話講 repeated thinking，同人話安怎講？啊，點摕來想，摕來想，伊煞變信。所以蝦米物件本種，真正濟人信唔着路，就是安尼。所以我老家嘅坎坷啦，保時受戒借錢坎坷，嗰條借錢，嗰條保時累就坎坷，趁個保時買啦買。then 一想着人講，你免啦。我人嘅啊，你給我10塊了，我給你certificate了，就去天頂啊！人一直來想，這個較硬啊，所以這個啊想垃圾了，頭聽到是垃圾了。第二項一直來想，這個較硬啊，確較垃圾了。第三項一說信，叫做信，做看到、想到、相信到。這個3項
会啥讲无明白，这个人要渐渐生老病死是真正久了，因为啥物事？伊去信讲，这个叫做去天顶，这个个设计嘅顶面个系服装嘛，第一个这个人个话好，咱来想话服装嘛，咱们往再讲伊这个人就是生嘅啊，所以这个物件就是看着、听着、信着，是一言一言一言，直直深，直直深，到这个入到心的位了啊！这个人是要几千年、几百千年，要来尽掉生老病死。所以这个人要紧要跳出这生老病死，看这时就唔通好垃圾了，听的时都唔通好垃圾。And then， 到你看着你明白，听着你明白，信你在，伊未入你心，伊过一言一言。所以这边看，所以咱看啦，咱未来知，哈物事看着一言啊，我心会，想讲走抓去了，抓变垃圾去了，是哈物物件做啊？心未毒，心未毒是啥物？本听咱啊，未来出世，咱的心有贪，有性地，有妄想。几百千million事，咱逐个出世，有时咱出世做禽兽，咱本贪，咱本性地真歹。我伫食物件，你来我食，要加入了性地。所以你人若是想爱加这个性地，你后过出世较无性地。伊这个是 accumulated 几若事直直查来，你出世。有听了佛理，你卖改了性地，如果饲了性地，后过你是失败的人，较惨过贪婪。但比你贪婪听了明白，性地我直直改，你是进步的人。你把这要出世无性地的人，如果训练较高，你要出世就红光；如果训练你要出世大完全，个训练较深，你要跳出苦海。所以这个是。一个人，一个众生是这个两点呀，天也是减，对这个恶行，所以安怎减是界限的路，安怎改唔使界限，对这人去，对这样这平常人去，安尼你的这个恶行直直去直直改，所以这个啊。看了入了心的垃圾了，这个心上错了行了，安怎点无点？这个看了无老实，这个是对咱的这贪嗔痴。按这个贪嗔痴对起倒落来，咱本就要知，因为咱的这个精神，咱的这精神啊，像啊一个江水，有诶大啲水面的垃圾。你大啲水面的垃圾，有迄半dim铺的垃圾，有迄大啲一底垃圾，所以这个贪嗔痴是正是一个垃圾大啲水底的位。要水面虾米物件去拉这个物件起来，大啲水底点点，虾米物件要来拉伊去这个物件？因为讲咱这个无明慧伫倒落愚痴。这个愚痴，你看12年，我同佢讲，阿弥陀不在啊，三卡啦。这个愚痴，一时过一时杂，虾米叫做愚痴？无看到实在的物件，看到甲了是观念的物件。这个去较深，特别有一项啊，咱来想，有了这个目标，咱目睭安尼一项。伊要转入了一项，伊叫做伊专心看紧入了一项，因为你看紧入了一项啊，虾米物件拉伊？因为迄个目标，伊本是叫做 provocative object，provocative object 定人话讲，一个目标会人咧心起来诶，你个心伫困，伊本会人落起来，
所以你看有个人啊，大波真正来咯，一看到一个查某来行过到摇来摇去，哇好了，这就是目标来。这个物件人就要心，这个阿莫话讲 ，provocative object 一条伫城里会做你心挖起来，这个啦去拉你底起来，and then 你就无训练的人，哇好了，虾米通好了？这摇的卡钱话，虾米通好了？这 sorry 我是讲的呢，虾米我这回去讲的时啊，有一个人问我，虾米事点点讲？查甫大波，哎，你佛讲啊，你来要拆这个经啊，约会第一名。因为武道本讲，武道大家讲，伊讲啊 ，be good，be good， 虾米目标未感动着人的心，较厉害过这个约会。大波爱对查某，查某爱对大波。哎，你若是拆这个经，用安尼样的目标。真正明，你来讲啊，食榴莲啊，有个人讲榴莲得老好，我味着榴莲我就要拗。你讲啊，榴莲好了，你目标无明，所以你吃都无明，所以你人原谅我，我是讲大波查某，啊，所以我是老人，我60加岁，你人做我囝，阮会了，我是讲互人听，互你明白，你知。所以，你看这个贪亲戚垃圾咧，大啲咧，咱的前世买啊，所以贪亲戚啊，几百世来，所以人若是直直贪，伊要出事啊！若是贪了个戆一只啊，伊要去出啥物啊？虾米物件贪了了袂？这魔鬼啊！早起食个暗伊无停啊，伊个未罢，贪心啊，别人伊袂。有诶，禽小本是上啊，无半项通做，好，这点本好像牛啊鸟啊，伊叫咧吵咧，伊受了在闲诶时，伊屙起来，好食老血，有诶查某食老血，好，要死诶时佫讲，交一交老血互我食，这个我来是牛痴哦，要安尼哦，过来去伫上边，所以这讲啊，因为这个贪。伊做落去失败，伊爱贪的物件，所以因为圣地，垃圾你人买假圣地，后过你要出事，你圣地真正香。了人的圣地香，伊是爱自己爱提示人，但你有做恶，你的圣地渐渐起，有个人要断开点声，伊想甲伊讲，我讲不好啊！你看我发病伊无来过啊，我来做死，我做鬼要来找伊啊，等伊啊。这个伊是圣地无欢喜心，钱，这个钱就起了，伊要做啥物？做恶的物件，恶的物件啥物啊？圣地上，你看抓，你当着伊俩腾起来啊！你圣地上啊，喷气清啊咧。安怎唔是啊？要落去做喷气清，你睇下 practice 头先啦，训练头先，训练到9日要落去了。所以这个你人就要拍算啊，贪钱是爱假卖假，爱进步还是爱退步。所以你来看，这个看法啊，因为有了这个贪，真正来咯。你看这个大波啊，伊若是讲啊，行船，有时是碰船呀。行了，伊搞个一个岛，一船弄就着了，啊无话讲失力啦，定话我未晓啦。了，伊就大着咧岛啦，大着5年无看着半项，怎样看着鸟啊、咧啦哈咩物件，了无定着第6年有一个海捞出来一老查某，要做阿妈本的。咱你看着啊，哇，好了啊，水啊，真正好，虾米是水真正好，叫你做个阿妈本的，因为伊个约会太香了，太久，所以这个就是讲啊，前一次的卖做一个目标浮起来，所以你来看，无水伊看做水，因为这个对贪去了，真正这项。好食好料，好食好料。你问讲，我出个食咩？夫妻啊！哦来啦，但是我好你食夫妻啦，夫妻。到这个看站，你看着夫妻说要爱拗啊，
所以这个物件就是讲，好无好是对内心的行，内心的行啦有了约会，你老查某拢讲水，内心若是无约会，安怎水的查某就讲查某娘娘啦，毒的物件唔通啊！我若是教因落去，我趁啊着我饲我一人，我就艰苦，我就饲伊两个。他等伊讲伊有阿嬷甲阿爸，我就饲三个。要过一年生囝，我就饲4个，系骨拄伫头壳，有啲病。所以你看不到这吃，这个心的垃圾真正厉害，伊做咧，伊转咧看法无相，因为你贪物件无水，看做水。因为你性地物件无好，物件好你看无好。人哋去性地，伊某伫讲，来人起来食饭啊！听开啦，小小直接唔做乱喎。你看，伊这去性地的时啊，这个黑的时啊，是好的物件，伊查某人这顺的事，伊看做臭物件，直接咁唔做乱喎。get out啦，无分就看。做圣地，所以不达讲啊，因为贪无水的物件看做水，因为圣地好的物件看做无好物件，然后因为牛痴无相，伊看做相，他们就无相，伊看到一个查某真正水，伊去 night club， 因为在 night club 无开火大趴，那查某差不多是39岁了。你知啦，伊画嘅款嘅变激脑存嘅教，伊画嘅目白，你知伊平安贴咧薄长长嘅，就人捌看，我捌看。是我做 hospital 啦，即番仔查某逐个看了直直花嘅上骨了白了，你看伊色，哎呀，像我一个吉他色安尼。因为牛痴是无明白，伊拄着一个查某伫内角，阿妹。Kalau boleh kawin saya banyak seronok lah. Saya mati pun puas hati lah. Oh lah boleh lah. Kawin lah, so lah cuatanya. Mak saya lu kuah, ia pancake saya lah si, ia bak baik bawa lah si, aduh ni, coba amak pun lah. 这是到了来骨气，这是骨气，做贪情痴。做咱的看法无相，看着无相，听着无相，味着无相，谈着无相，到了这个不大吃。落来，这个咱平常人的这个精神啊，像个鹰个那样，拍来个拍去，拍来个拍去。你人唔信，你看，因为咱的心。有了一个贪三毒，咱看的物件无实在了。distorted， 阿莫话讲 distorted， 定人话讲无正实了。因为这个无正实的看法，伊拉起。窟壳一底都有这三毒，窟壳不是三毒，别项的毒本有啊。无惊天，无惊地，未晓见笑，敢做恶 ，and then 干心心 ，and then 别项拢总来分断金，拢总甲了去。所以这个物件，这个心的垃圾，这个毒拉起咱的这个看法，这看法。看了无实在，伊拉起咱的这个心的底的垃圾，做起会甲了浮起来。所以无明白的人啊，伊讲啊，在我想我看的是真正老实，真正对的，我目睭无骗我的，我看到这个查某好，这个查某水，我看到这个安尼样，这里也是无影的，这个是叫做。心的做伊，心的做讲是好甲无好，应该我睇，还是应该我买见，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一看土是土，平常人看了土是土，伊摕来想，想啥物？但人这个思想一想，
He conceals us， 一想我是头 ，and 巴利话是 ，Patawin manyati， 伊想讲我是头，第二项伊想我的头会再来，第三伊想我的头会意外，第四项伊讲这个头是我的，这个看下我吃。这个曼雅蒂啊，巴利话曼雅蒂是讲一切来想，但是这个想唔是讲咱达规切来想，这个想就是啥物啊？伊接受，伊切来想，伊接受这个想，按这个想当中是对这个我，啥物物件伊看到有理会甲伊讲，这个应该我爱，这个我起来，所以这个啊，起来想，伊参加这个我有伫，去在这个我有伫啊，咱来想看，这个我啊是啊，伫倒落来咱。Actually， 话一个人啊，伊若是看到物件是虾米啊？带伫这边甲带伫遐边，这边的内面是我的目睭，外面是咧目标，对无？但是这个人啊，这个我啊，无我的，不得讲是色、受、想、形式。哦，我切白话，一个香菇，一个感觉。一个想是目睭看到耳仔听到鼻孔味着，一个形看我有贪的形还是无贪的形，有圣地的形啊无圣地的形，有圆相无还是有大一无，这个是叫做形。色、受、想、形，色是精神，去在这边是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啊，伊行是笃花。开坎 ，and 若咩？冇得讲啊！你用安尼两个手拔落去，几百万刀了，噗一行，人看无着，冇得用前眼看着，明。了无未晓护理的人，伊看着一个精神像个一拍倒出来。伊照出外面，伊看到咧风景，伊看到风景。and then 这边倒出来，actually是正是复合。